我姓郭嘅，我以前係做銀行嘅，有一次去行山跌低，蹬親條腰嘅尾龍骨，我應該係喺尾龍骨嗰度有少少係移咗位，兩隻腳係冇力，最多係咁樣咯。我去睇過中醫，做咗2次針灸，佢覺得我係應該冇嘢，係可能係撞親下，係要慢慢復原。覺得你哋紐約嘅儀器比較係先進啲咯，同埋係幾好。我做咗之後呢，起碼兩隻腳，起碼而家都比較有力啲咯。仲有陣時有啲動作叫我翻屋企自己慢慢去做，咁變咗我兩隻腳，我自己覺得係行得好咗好多。經過療程之後呢，我係真心推薦俾大家。